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关心风台上新的进展。利奇马风台已经转为强度风台，气象局嘛已经来发布着陆上的警报。目前这个风台中心是伫咧台北东南东边的海面上，向咱台湾的东北部一直划过来。这个暴风圈扩大到250公里。深夜，这个暴风圈就会卡到台湾的陆地。陆地上警戒的范围扩大到新竹以北，包括宜兰、花莲、嘉南、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甲新竹。阴暗的深夜甲明仔载是风台影响台湾上大的时阵。大家上界关心的风台假的问题，根据着气象局上新的预测，讲这个新北市甲嘉南甲宜兰。暗时番12点到明仔载透早6点，这段时间的风力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也是伫咧县市政府。双北市长郭文摕甲侯友宜拢讲，上班阴暗的10点进前就会来宣布讲，明仔载是毋是要停班停课？讲这个800机一定会来同步。有关这个风台上新的状况，要请咱的气象主播房叶涵讲互咱知。